中华县政府附近的南国路甲博爱路，我近白院的上款，也未足餐厅甲办公大楼，所以停车位是真歹找。附近的停车场常常排队排到热热闹。即阵县府争取经费，要甲本地南国停车场改做立体停车场，按算明年9月就会起好势。彰化市南国路一段甲博爱路附近有袂少餐厅，而且阁我近病院上款，县府嘛伫遮附近，人阵车阵多，普通时啊车位就无好找，若阁拄着假日也是食饭时间，停车场更加是排甲热热长。这附近人太济啦，人较县府啦，啥物物件足济，所以停来就真正无够。这不是嘛客运，因为这有张机，阁有一个庆丰牛排，拢来使用的足济。为着改善市区停车位无够的问题，彰化县政府争取到2亿外中央的补助经费，加上县府家己种3亿600多万，要甲原本平面的南国停车场起做地下1层楼、地面4层楼高的立体停车场，时效会当提供280个停车位、610个机车架，停车位是原本的4倍多。工程呢会有560天的工作时，会在明年的9月来完工。另外，县政府也在周遭有做了一些指示牌让民众来洽公或者需要使用的话，附近临时的停车场大家也可以先行来使用造成大家不便的地方，大家再多包涵哦。南国停车场为3月开始暂停营业，立体停车场的施工期需要1年5个月，预计2026年的9月完工。这段时间，县府这卡道的停车位会愈歹找，县府嘛建议民众要来遮会当坐大众运输，无就是去附近的4个停车场找车位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